平安。今天呢，亚楠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主题。好，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主题叫做走进神的无限。阿门。那在这当中，我们会分享到我们澳洲的生活，我们去到斐济的宣教一切的状况，还有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不过首先呢，我们先要来带来一首歌，叫做《爱来自于他》。那因为亚伦要弹琴，所以我们可以焦点可以转移到这里来。然后今天我们所有唱的歌都是我们自己作词作曲的，对，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主要是在讲说，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困境，那我们回头去看那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神的恩典就在我们身边，神的陪伴与同在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好像远离了神的时候，但神永远在那里守候我们。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世界遗忘，在乎每个人看我的眼光，从没想过自己会因为这样再次远离充满爱的家。当我有了逃避一切的想法，再次转眼仰望爱我的他。当我重新寻找那爱的地方，我看见张开双臂等待我的只有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我们在澳洲的生活。来了，PPT 可以帮我投出来一下吗？谢谢。在澳洲的生活，也许你们可能从我们所有的 Facebook、Instagram 上面看到我们 po 了很多很开心的照片，但是其实，在当中还蛮辛苦的。对，不止爸爸妈妈辛苦，我们也辛苦。对，那我们现在要来分享我们在澳洲的生活。当我们在澳洲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去那边读书，而这间学校叫做 Planet Shakers College， 它是一间神学院，也是一间教会，也是一个乐团，3合1的概念。对，那我们其实在这当中，我们必须要，因为我们每个礼拜的3、4、5都要去学校上课。那很感谢神的是，让我们在去年9月的时候搬到一个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所以我们走路3分钟就可以到学校，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可以睡晚一点。对，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迟到。对，然后我们在那边必须要上很多的课程，比如说我们要上领袖的课程，还有解释圣经的对，然后2年级的课程就是1年级的话就是都领袖的课程，那2年级就是很像真的神学的课程，像是很深入研究新旧约，不然就是亚拿刚刚说的解经学，然后还有基督教伦理学、教会历史，还有很多科目。对。对，那其实这些科目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因为其实我们连中文的这一方面的课程我们都没有上过。我们要去到那里，我们其实不是只有学一个新的东西的感觉，而是我们还要去学他们就是一个新的语言，因为毕竟所有的神学的课程当中，所有的英文都是专有名词，然后也是我们平常比较不会用到的词，所以我们都要特别花时间去学习。那在我们学校当中，我们也每个礼拜4我们都会有一个学生礼拜，在这学生礼拜当中，通常都是我们所有学生最有记忆的时刻。像学生礼拜的话，基本上它就像我们一般主日的礼拜，只是不一样，就是全部由学生自己来经营，就是我们自己有人做音控，然后自己有人做服饰的同工，有人做开门、招待等等，都是我们自己的学生来安排，然后来服侍。那为什么说大家都会记忆深刻呢？因为我们的信息的部分，因为我们的信息都非常感动人心，而且在那边的话，这真的是你要不要去按一下它？好，为什么说记忆感到深刻呢？因为这样在我们讲道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我们的主日礼拜感到记忆深刻？拜托说有，阿们，阿们。因为是神的话语是大有力啊，阿们。钟牧师举手，因为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大有力量的。那同样在我们的学生礼拜里面，我们当然也会有可能是我们的老师的分享，不然就是我们请我们教会的牧师的分享。那每次的分享真的是打动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在里面真的大大经历到圣灵的同在，不管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息，每一个环节都有上帝的同在在里面，而且上帝也真的是大大充满，也大大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也大大提醒我们每一个学生，就是你似乎可能忘记你自己在这边做什么，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会被提醒到，然后每个人也都真的很感动。然后通常女生的部分就是去学生礼拜的时候，礼拜前不要化妆，礼拜后再去厕所补妆，因为通常礼拜过程大家都会哭很惨，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学生礼拜结束之后，然后我们的厕所呢，女厕就会挤满了一堆人，然后在那边化妆，在那边聊天，然后继续分享神的话语，边化妆边分享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在那边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化。对，那我们除了在学校有这样的一些学生礼拜还有我们课程之外，其实我们每一年的4月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大型的特会，最大型的特会。然后我们都会在一个很大的场地里面，就是如果你们有在看那个澳洲网球比赛的话，就是我们都是在那个附近的场地，在那边办这个特会。第2大的那个就是
澳洲网球它有分好几个不一样的馆，那通常是在第2大的馆，我们就会把它租下来，然后办我们1年1度的大型特会。对，然后在这些大型特会当中，我们要怎么去设计我们的应该说我们要怎么去布置我们的会场呢？通常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在布置，所以我们都会用1个礼拜的时间来到现场，然后把所有的器材搬到现场去，然后在那边做布置，甚至是大型的音响我们都要自己搬。然后甚至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创意的课程，所以我们就会在现场会有一些演出，所以那些舞台所有的装置我们都要自己搬去，然后就是我们这一些学生在做，而是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付钱去学校上课，然后你要在教会服侍，通常都是在教会服侍，然后领教会薪水，可是我们是付钱给教会，我们服侍教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新的感觉，就是你付钱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把你用的淋漓尽致。来参加特会的人，通常就是像这几天也有新店新大会的特会嘛，对，像参加特会的人来参与的人，单纯就是3天2夜或是2天1夜这样。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在那边待1整周，然后早上7点到，晚上可能下午或是晚上才离开，然后整周准备完之后，那在最后一天要撤掉所有东西的时候，大家都被圣灵充满了，很感动的准备要回家了。那时候是大概10点多，然后我们呢也还不能回家，我们要把所有东西撤掉。所以在去年4月的时候，特会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是早上4点。对，这就是没错，我们付钱给他们，让他们把我们用的淋漓尽致。但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因为其实我们在当中，我们身体也会疲惫，但是真的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撑到最后。对，那除了大型的服事之外，我们在教会每1个礼拜都要服事，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教会的实习。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服事，所以我们会按着我们所选的选修课程，就是我们有创意，我们有牧养，有青年牧养、儿童牧养，然后我们会依照我们这些的选修课程去做服事的安排。那在这当中呢，我们不是只有只有学校为我们安排的服事而已，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跟教会申请说，我们想要做其他教会的服事。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想说，上帝给我们有音乐的恩赐，我们就想要用音乐来服事神，所以我们就去甄试了教会的乐团。然后乐团部分，乐团为什么要用甄试呢？因为在我们那边的教会，他们相信说，就是你要透过你的恩赐来服侍上帝。当然你要有好的信仰，没错。然后当然你也要有这样的恩赐。像有些人有招待的恩赐，有些人像月英姐就很会招待，对，这就是她招待的恩赐。那有些人可能很会唱歌，有些人可能很会投影，有些人可能会很会音控，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就是照着自己的恩赐来服侍。那也有些服事是要试镜的，像特别是在舞台上面有艺术部分的，都是要试镜的。那我很幸运的，我试镜上了。那在去年年中的时候，我大概就是教会就通知我说，恭喜你，你现在上了这个教会的琴手这样。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派你服事。好，那可能也因为我让他们知道我似乎很闲，所以他们就常常派我服事。那也有曾经在连续1个月里面，我大概是整个教会里面300-400个乐手里面，我是服事最多的。也有曾经有1个礼拜，我星期日服事，星期1休息，星期2服事，星期3服事，星期4、星期5、星期6，然后再星期日。那总共是1周几天呢？6天。而且都不是而且有些不是在自己的主堂服事，有些是要到坐车到很远的地方去，例如说坐火车半个小时才会到的地方，有点像我们这边的新竹、台中，可能没台中那么远，新竹这样或是桃园，去到那么远的地方来服事，所以就是还蛮辛苦，但是也蛮荣幸的。也有一次很有趣的，就是我不小心错过了我火车，我早上6点多起床，然后准备星期日的服事，但我错过了火车，那没有其他方法，因为下一班火车是1个小时之后才到，那我一定会错过彩排的时间，而且我们一定要彩排才能上台服事。
所以我就只好搭 Uber 过去。然后那一次的 Uber 我花了澳币100块，就是台币2000块的意思。就是为了赶到要准时来参加这个彩排，因为有彩排我们才能服侍，这就是我们展现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不然就是我们展现出我们对服侍的看重，所以才花那个钱。其实那一次他花了那一笔钱的时候，其实因为在乐团里面有其中一位贝斯手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是我们创意课程的其中一位主要的老师。那他在一次我们创意课程上课的时候，他就特别跟我们全班讲说，因为哥哥亚伦为了去赶到那一场服事，所以他花了这笔钱，所以他那时候就就是在学生的面前，他就奖励亚伦，因为他觉得亚伦对服事是非常忠心，而且非常愿意花那个金钱，虽然不是他的钱，不过对，不过他就是愿意花那个体力、精神，还有花费了他可能可以买衣服的钱，然后去到教会，所以就是他真的是，我觉得从亚伦身上我也学习到这一块，就是不论任何事情阻挡你服事迟到的话，记得不要迟到，因为服事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因为服事就是将神摆为首要。对，那其实在我这方面呢，我比较辛苦一点，就是我那时候真是教会的歌手。那我真试的时候，大概是在前年的11、12月的时候上了这个乐团，所以我们一开始进去乐团的时候，我们都要当储备团员，就是要先在后台那边实习，然后看他们是怎么服侍的。那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很开心的每次都实习，然后我也准时到，然后我也用我最努力的态度、最认真的态度来服侍。那经过了1年。然后我身边的同学们比我晚真试的人，他们也都一个一个就是开始正式站上舞台服侍。那时候当然你也知道年轻人嘛，就是就是觉得为什么我的朋友有我没有？因为他比我晚真试，那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我那时候就开始思考，是我哪里做不好吗？是我哪里需要改进吗？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懊恼，然后我就也一直跟哥哥说，我为什么没有上？是不是我有问题？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就也自告奋勇的，就是我就传了一封 email 给我们的音乐部门的一个牧师，主责牧师，然后我就询问他说，为什么我还没有被排进服事？我已经大概实习快1年了，那是怎么样的原因呢？是不是我哪里可以更进步？那一个牧师他回了我讯息，他就回说，对不起，因为我们教会女生的歌手太多了，所以呢，因为你还有真是另外一个爵士鼓的鼓手，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以你的爵士鼓为主，那你歌手的部分你就让给别人吧。然后我那时候就听了就好让给别人没关系，每个人都有不一样服侍的机会。不过我那时候就回了那一个牧师一个简讯，我就跟他说，不过我期待，虽然我不能站上台服侍，但是没有关系，我在这边实习，我是为了学习如何敬拜神，我不是为了站上台来荣耀自己，所以我就跟这位牧师说，麻烦你能不能继续排我实习，不管我要实习几年，我都愿意继续在后台服侍人、服侍神。对，所以很开心的就在去年年底圣诞节之前，我要回来台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雅娜，恭喜你上了。然后我就很开心耶，不过我要回台湾了。对，所以就是上帝的时间真的很特别。对，那其实我们除了教会服事之外呢，我们还有学校作业要弄。教会服事可以说比学校作业更多，但是学校作业对我们来说也不简单。我用了一个影片，这是我的其中一个报告。总共要写2000多个字，对，看起来很可怕。大家可能当地的学生他们在1分钟之内可以打可能到300个英文单字，300个字。可是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英文不是我们的第一语言，我们必须要花上他们3倍的时间来写这300个字。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甚至有时候我们写完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哎，我们在写什么啊？所以我们总是要去，而且我们不是只有写而已，我们还要有参考书，那必须要把这些参考书都因为都要把里面的内容就是读过之后，然后用你自己的语言去把它写出来。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是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读一本书也需要可能花上2天到3天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一份作业，而且这只是一份作业，2500字，这还有更多字的。对，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们今年要怎么面对的。不过除了写作业之外，我们还有期末考试。期末考试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难度，因为期末考试就是我们是完全英文的考试嘛，所以我们的题目也都是英文。那你写作业的时候，你还可以去查中文，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可是你期末考试的时候，你不能用 Google 翻译，你也不能用词典，所以我们就还蛮艰辛的。在期末考试的部分呢，就是当然像我们一般所认知的考试一样，就是有选择题啊，然后当然也有所谓简答题。简答题就是很奇怪，他们的简答题也没有很简单，他们简答题就是要你写500字以上。他说，OK， 对他们叫做 short answer question， 但是我想说，500字，然后我就看旁边的，我当然没有看别人写什么，但是我就看他们正笔疾书，可以听到他们不是正笔疾书，就是键盘。然后我就写30个字，我想好像差不多了。所以我们是真的简答题，就我们是非常简答的简答，100个字解决。对，不过真的就是我们能够在澳洲经历这一些，我们真的也经历低谷过。我们在2年级，就是去年我们在期末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我们2个一度想放弃。我们真的就是觉得我们好辛苦，而且好难，就是所有的作业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跟突破。然后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在永光有你们这一群家人，成为我们背后的祷告，而且也赞助我们，不论是在金钱上面，在精神上面的支持。对，然后更重要的是，其实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有一位最爱我们的背后的代祷者。对，然后耶，我们做到了，因为有你们的祷告。耶。对，那其实这位背后的守望者跟永远的代祷者，就是我们的阿嬷。我们阿嬷她一直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去年去看她的时候，那时候她也告诉我们，好好读册啊，等等的。后摆做牧师啊，紧结婚哦。对，就讲当时要好孙哦。对，阿嬷她一直为我们祷告，然后她知道我们在国外念得很辛苦，然后也知道我们需要，真的很需要代祷上面的支持，所以我们相信她也一直不停地为我们祷告，然后一直到在11月16号的时候，那天她过世了。那我们虽然没有能真的亲眼见到她最后一面，但是在前1周她送进加护病房的时候，我们有跟爸妈一起视讯，所以有看了阿嬷最后一面。那时候阿嬷还有一点点反应，这样我们叫她，她可能，她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叫她，不过她就是还有眨眼睛，头还有动等等的。然后一直到11月16号，她就过世了。那我们也希望能将这首歌来献给她。我们写了一首歌，叫做《想起你》。那我们这一首歌呢，我们真的就是在阿嬷11月16号过世当天，其实哥哥那时候在教会服侍，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在那边痛哭，我就觉得主啊，真的是也感谢神，让阿嬷可以在最平静安稳的时候回到天父身边。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将什么东西献给阿嬷，做一个我最真心、最真诚的一个心意。所以我在那一天11月16号，我写了这首歌，叫做《想起你》。这一首歌的当中有写出，也流露出就是阿嬷在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位代祷者。每一次当她晚上要去睡觉的时候，她总是会跪在床前祷告，
半个小时以上，甚至到80几岁的时候，他仍然是这样。而且听爸爸说，那时候阿嬷，而且爸爸还小的时候，周牧师还小的时候，阿嬷在床上就睡前祷告，然后因为祷告很久，然后爸爸就会在旁边睡着。不过就真的是看见我阿嬷在祷告的时候对神的一个渴慕跟虔诚。对，所以我们将这一首歌献给我们的阿嬷。想起你，每一次对我的鼓励，因为你，我明白主的真理，就是你，成为我信仰的指引。谢谢你总为我守望，谢谢你总为我祷告，谢谢你成为我榜样，谢谢你给我的爱。I miss you, I love you， 你的爱永远不离开。I miss you, I love you， I miss you,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想起你跪下祷告的背影，想起你每一句对我的鼓励，因为你，我明白主的真理，就是你成为我信仰的指引。谢谢你总为我守望，谢谢你总为我祷告，谢谢你成为我榜样，谢谢你给我的爱。I miss you, I love you， 你的爱永远不离开。I miss you, I love you， I miss you,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Miss you, I love you。你的爱永远不离开。I miss you, I love you。 I miss you,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I miss you,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I miss you,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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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iss you, I love you.
好，可以帮我们切回去电脑画面，谢谢。好，真的很感谢神，一直有这位阿嬷，还有我们身边那么多家人，还有我们所有永光的家人们为我们祷告，然后成为我们背后最大最大的扶持。当我们在澳洲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着，让爸爸妈妈两个人在这边在台湾服侍神。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我们好像应该要回来陪伴他们，或是我们也会想说，到底谁能够照顾他们？但是感谢神，让我们永光的大家庭成为，真的是我父母亲背后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们也真的感谢你们帮我们照顾我们爸爸妈妈，让他们在教会的服侍当中真的能够安心的来服侍神，而且也感谢你们的带导，让我们在澳洲有这样的真的有上帝的恩典陪伴我们。所以亚伦亚拿在此一鞠躬，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要提到我们斐济宣教的部分。那我们是在暑假这边的暑假，就是我们那边的寒假的时候，7月不对是9月，9月的时候去到斐济宣教。那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短宣的活动，那不限定于神学院的学生参加，当然也开放给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像是如果有人记得的话，我们2年前是到巴布新几内亚，太平洋上面一个小的岛国，对。然后我们去年就是到斐济来宣教。那在斐济宣教的部分，谢谢。喝一下水。好，在斐济宣教的时候，其实首先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当我们要去斐济宣教的时候，神差派一对夫妻成为我们的天使。因为其实我们要去斐济宣教，我们并没有这一笔资金，我们也没有预算，因为我们学校的学费真的是也是蛮贵的，应该说非常贵。那所以其实已经负荷了我们家庭能够支出的。那感谢神带来这一对夫妻，那也为我们奉献，并且为我们全额的奉献，让我们去到斐济宣教的时候，我们完全就是毫无挂虑的、安心的去服侍神。那在斐济宣教当中呢，我们也有更多的一些服事上的突破。就是在换你喝好。在我们服饰上突破，对我来说，在服饰上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们在斐济宣教有2周，然后在第1周是在其中一个小城市，然后在第2周才到首都。那第1周的时候，我们是9月去的，在5、6月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有可能你要在那边弹琴。那我想说，好，那时候我也还没试镜，还没跟教会试镜，就是乐团，我也还没试镜。然后他们就说你要去试镜，因为你即将要去弹琴，所以他们在7月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好，那你一定要好好准备。那当然，我就从7月开始在教会服侍，然后一直到9月才在斐济上面弹。那为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应该说也是蛮让我紧张的，因为整区那边只有我一个琴手而已。所以那个城镇没有其他琴手可以帮忙服侍，那就只剩下我而已。那为什么我会紧张呢？因为我要在晚会里面弹琴，晚会的话不是100-200人，晚会基本上都是2万人起跳的晚会，所以我就要在那么大的场子底下弹琴。但当然我，上次在巴布新几内亚的时候我也有弹，只是我弹的那时候还有别的琴手照我，所以他下去休息的时候，那我就上去弹一下简单的东西就可以下来休息了，这样。但是去年到斐济的时候，就是真的我完全要弹全场。那当然一开始我很紧张，而且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得到，因为我来这个教会也不久，那他们愿意这样使用我也很开心，我也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也感到被尊荣，但当然我也感到非常紧张。但是真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其实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比我更厉害的琴手，那
他们没有用他们却用我，也有可能是因为只有我有去，对。就是我是那个城市里面唯一的琴手，所以他们就想说啊，那就排我一下。那当然我感到非常感恩，那也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让我在那边服侍，因为在那边跟大家合作，还有甚至有跟当地的琴手有交流，那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上帝。那其实当初我们去到斐济宣教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就觉得，因为去年当我们去那个什么巴布什么亚辛几内亚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因为想说，我过去在那边已经有，比如说儿童的服饰啦，就是去小学宣教的服饰，那高中的服饰，那我也觉得，所以我想说，就是在斐济宣教这一次，那我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了。所以呢，我就只珍视了就是戏剧的部分，然后其他我都不想做，因为我想要好好的就是在旁边学习看他们服侍。那不过很特别，就是当我们到我们要去的那个城市的第2天早上，我们集合的时候，我们的小队长突然间就是跑来找我，然后他就牵着我这样，他就说：“亚拿，圣灵感动我要你在待会的聚会当中见证分享。”然后我就好哦，然后我就想说上帝，我不是说我要休息吗？你这是挑战我是不是？那其实很特别的，就是我就觉得好没关系，神呼召我就愿意做。那我就询问说，那我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来见证？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要去一个宣教士的培育学校，所以在那一个场合里面，看到所有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立志要成为，应该说被呼召要成为宣教士，所以甚至当我在分享完之后，甚至在当中有一个姐妹她跑来找我，她就说：“我真的觉得神安排你来，是神特别安排你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见证分享。因为当中我有提到我是台湾人，然后她那个姐妹呢，她跑来跟我说，她一直不知道她要去哪里宣教，而且。”他只知道他想要去亚洲。那在那一次我分享完之后，他跑来跟我说：“上帝要我去台湾。”然后我就说：“哦，真的哦，一个斐济人要来台湾呢。”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主，所以他也在那一刻起，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拜托我，就是帮他做按手的祷告，然后我也为他按手的祷告。那其实真的很特别，在那一场聚会当中。我最后面我在帮忙收音响的时候，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姐妹，然后她就跑过来，然后我就突然间听到她说：“需要帮忙收一下音响吗？”我想说这是中文吗？然后我就抬头看，我就嗨你好，我就说你怎么会讲中文？那原来她是从香港而来的一位姐妹，她是在斐济待了8年了。那她是跟她的老公搬去斐济这样，然后也很特别。她其实并不是基督徒，她也没有去固定教会聚会。那她只是因为这一场聚会当中有饮料跟食物，那她的儿子2个小孩想要来，然后顺便玩一下这一些年轻人养的狗，所以她就陪伴她的小孩来到这一场聚会。然后又听到我从台湾来，她就觉得很兴奋，所以她就跑去前面来找我，然后我也为她祷告。那她也跟我讲说。他听完我的见证之后，他愿意每个礼拜都去那边聚会，所以真的很感谢神，我们一起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好吗？因为神的作为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即便我在斐济遇到香港人，这也是真的是完全不会预料到的。那其实，在斐济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个人也经历了医治，因为在一次的聚会后，那我突然间晚上的时候，我就整个胃痛，然后我整个非常的不舒服。那一直到过了2天之后，我还是这样，就是我的状况都没有恢复。那甚至他们请了医生，特别跑到我们住宿的饭店去去帮我看诊，对不对？然后他也说，这个可能是胃发炎。那之后我们因为要去到首都，所以我们的车程当中有6个小时的车程。那在这6个小时当中，就是感谢神的，让我这6个小时是比较舒服的状态。但是，一到了我们住在首都的饭店的时候，我整个状况又变更糟。
所以在那一个时候，我们好险，我们 Planet Shakers 的团队当中有其中一位女医师，她就快点跑过来就诊。那个时候她所就诊的时候，我的状况是胃溃疡，然后她就说，那你这样的状况可能要快点去医院做急诊。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真的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我其实也没做什么，我也没喝什么，我也没有干嘛，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然而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我们队上的一位队友，他就跑过来，他就跟我说：“亚楠，我为你祷告，我知道这是真的是恶者的攻击。”所以我们就在我的房间当中，他们为我做医治释放、内在医治的祷告，祷告了2个小时，经历了2个小时的征战。很感谢主的，在这2个小时之后，我完全的病痛完全好了，而且我的人整个就是喜乐起来。因为我过去一开始去到斐济的时候，我整个人觉得非常有压力，我不知道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但是经过这一次医治释放的祷告，我的生命也感觉被更新了。我也知道我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知道当我们面对病痛的时候，祷告是能够战胜病痛的。Amen 吗 ？Amen。所以我觉得真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不论我们在任何的困境当中，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恐惧，都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焦点放在神身上，而不是困境当中。因为在神里面没有困境 ，Amen 吗 ？Amen。因为在神里面，恐惧是可以化为勇气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时候，我们要献上这一首歌《恐惧化为勇气》，也是我们过去一起写的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呢？我写的，亚伦编曲。对，那这一首歌我们在上次音乐会的时候我们有唱过，但是我们做了一下改编，所以我们有新的歌词出来。那也在这边偷偷广告一下好了。我们《恐惧化为勇气》这一首单曲，我们在今年的2月1号会在所有的音乐平台上面、串流平台上面可以开始下载跟购买。对，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要怎么购买的，不会的也可以问我们，那也可以问一些我们年轻人，对，他们会知道。所以在2月1号我们会上市，在 Apple Music 上面，在 iTunes 上面，在 Spotify 也会有。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献上这一首歌《恐惧化为勇气》。就是会有令人跌倒的结局，笑容回不去。每一次面对过去，就是会有无法跨越的恐惧，感到无力。是谁说我不能再找回动力？是谁说我的生命没有意义？有你，我的恐惧化为勇气；有你，我的生命有了意义。不再去说我自己软弱无力，只定睛在那满有能力的你。有你，我的恐惧化为勇气；有你，我的生命有了意义。不若曾不愿让你触动我心，如今你的爱充满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唯一。走到尽头。
有能力的你，有你我的恐惧化为勇气，有你我的生命有了意义，是我曾不愿让你触动我心，如今你的爱充满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唯一，哦，你是我的唯一，永不改变的心，我的唯一。谢谢。那其实我们在斐济宣教的时候呢，我们有去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来服侍。那其实其中呢，我们有去到主日礼拜当中的服侍，所以他们就是当地的教会就会跟我们搭配。那我们还有进入到大学的宣教当中，就是我们也去那边分享我们的信息。然后有没有补充的吗？我讲主日崇拜好了，好不好？好，在主日崇拜部分真的非常有趣，因为他们岛族的人就跳舞那他们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他们乐团就换他们乐团上去，然后他们唱他们歌，然后大家都很开心的，大家就一直跳舞，然后我们不会唱，我们也跟着叫，就为什么蹲下来？他们就是非常乐天的文化。那我也看到说他们真的很开心的来赞美神，因为我们赞美神就是要享受在当中，因为赞美神就代表说我们看见上帝多么的爱我们，我们看见上帝多么的荣耀，多么的美好，所以他们用他们的全身来赞美神。所以一场聚会完的话，大概像我1个礼拜流汗的量一样，真的非常的像在运动。那我们除了进入到大学跟教会，我们也有进入到高中来宣教。那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有特别的一些课程，那我们会在那边进行分享。那我们在高中里面，我们总是跟他们讲说，你们是斐济的未来，所以我们就会不断去邀请他们要紧抓他们自己的梦想。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在高中分享的时候，我就去到旁边，我跟我的伙伴去到旁边，然后跟一些年轻人讲话，然后就其中一个妹妹，她就反正她就跟我们说，她是班上很会读书、最会读书的小孩，然后就是她都是考第1名的这样，或是第2名。她说有时候她出了不小心的差错，她就会考一个第2名。她说第2名是她最烂的成绩。我就好感谢主。对，然后反正我们那时候就问她说，那你未来你想要当什么？然后她就说我想要当医生。然后当她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伙伴就跟她说，可是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我看到的是一架飞机的，就是飞机的那个机师的舱，那个叫什么机舱，驾驶舱，对。然后他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然后那一个妹妹她就突然间非常非常的惊讶，她的嘴巴张开，超级惊讶的。然后她就说：“你怎么知道？其实我自己的梦想是想要成为一位机师，就是开飞机的司机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真的超奇妙的，就是上帝让我们看见他的梦想是什么。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你当医生是哪来的啊？”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其实是他爸爸妈妈想要他成为医生，可是他其实一点都不想要成为医生。”对，那我们其实就为他祷告，然后也就是祝福他，让他真的能够紧抓自己的梦想，紧抓神给他的呼召，而不是去因着父母亲的阻挡来没有完成上帝的梦想。但是我们就是为他祷告，那我们也跟他说，你就带你父母亲来到教会当中，当他们经历到神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呼召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不断分享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跟他们就我们不是只有大型的聚会这样在上面跳唱好像很嗨，我们还会进去到他们的人群当中，然后跟他们分享我们自己的见证。对，所以那我们也有进入到小学。小学的话，我们总是传递赞美的文化，要教导他们如何以赞美活出一个，应该说如何活出一个赞美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很多的活动，小型的活动，然后来跟他们说赞美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而且也包括赞美自己。对，
对，所以我们也有不是只有大型的活动之外，我们也有进入到各个小班级。对，对，然后这也是照片，然后很特别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一开始分享说我不想要接触任何服饰嘛，所以我只接触了戏剧，但是上帝让我会跳舞不是给假的，就是神还是要我用我的神所赐给我的恩赐来服侍神，所以在所有的高中跟国小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要带他们跳舞，然后我就要来背负这个责任，然后来为他们来教他们跳舞。但是很特别的就是，当我带他们跳舞的时候，因为小孩子最喜欢跳舞，所以我就变成当中的人气王。然后每次他们就是在跳舞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跑过来跟我一起玩。所以其实我也真的看到上帝用人真的很奇妙，就是方式很奇妙。对，那我们这是一个中途之家，请分享。我中途之家跟那个市场我一起分享好了。中途之家就是，我们去这个地方，大家应该知道中途之家是什么，就是接受，对，大家都知道。好，那我们去这个中途之家，我们做的工作其实不多，就是帮他们打扫。那我就问他们说，哦，那你们上次打扫是什么时候？他说就是你们的团队去年来的时候帮我们打扫的，所以他们已经1年没有打扫了。对，那其实我们就是服侍他们，然后我们去那边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上帝爱他们，然后耶稣爱他们，然后有这个福音，有这个好消息要让他们来知道。那我们当然有几个妈妈去跟他们去跟那边孩子啊接触啊聊天等等。那我就是在外面打扫那个，对。我就是跟小朋友玩的那一个。那在市场的话，我们当然除了到 shopping mall 之外，也有，可以帮我切下一页，谢谢。那我们除了去 shopping mall， 然后也有去菜市场跟他们传福音。那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戏剧，然后要让他们知道说上帝是多么的美好。最主要的目的，我们在那边就是要来传福音，然后也有包括为人按手的祷告、医治的祷告。那很多人很神奇的是，很多人来，然后他们就说哦，他们身体有哪里有病痛、腰痛，然后哪里有痛、瞎眼的，然后我们帮他们祷告，他们就都被医治了。阿门。当然这完全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力量，因为上帝医治的力量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了，在新约的时候也有。那当然在现在为什么会没有呢？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任何疾病都被医治了。阿门吗？阿门。我们要看影片吗？好，我们这是学校宣教的影片，我们来看一下。有音讯对不对？有音讯吗？电脑的音讯。好，没关系。反正我们就是在三个不同的城市，那我们接触了不同的学生。那其中有小学，有高中。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跳舞？对。然后总共我们接触了20240位学生。对，那在这些学生当中，真的他们就是斐济的未来。反正我们就一直传递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斐济的未来。那这是市场宣教的影片。对，然后那边孩子们都会跟我们一起跳舞，然后我们也为着市场的旁边所有的人祷告，然后带他们跳舞，然后也在那边跟他们传递，就是他们是斐济的未来这样的一个理念给他们。好，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为人祷告、医治释放的祷告、全能服侍的祷告，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不止身体经历医治，他们的心灵也经历到医治。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医治释放的祷告，就是当中我们也有为着一位姐妹，她那时候是瘸腿的，然后她也是我们为她祷告完之后，她就说哦，我的膝盖热热的，然后我们就那是圣灵在动工，然后她就说哦，真的吗？那你们再祷告一次，我们就好，那我们就再为你祷告一次。然后我们为她祷告之后，她就真的好了，然后她就开始在那边跳舞，然后就在那边做他本来不能做的动作，然后他好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市场，然后他就很开心看到他旁边有一个因为他是其中一摊的老板，然后他就跟
隔壁摊的说，你们要不要给他们祷告？他们祷告就好了。然后他们祷告力很有力量呢。然后我们就没有，这是上帝的力量最大。对，所以我们也为那个姐妹祷告。然后我们就问她说，她有什么样的状况？她就说，她气喘。然后他常常，因为他斐济天气很热，所以他也常常在工作的时候会突然间就气喘，因为热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不过他就说他有这样的症状，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现在呼吸得到新鲜的空气了。然后我们就说感谢主，因为真的是上帝的大能，真的大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对。那这是我们晚会，这是第一天的晚会，我们大概有2000人左右。那真的是从看到小朋友到老年人，他们对神的那种渴慕，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其中我们看到画面的左下角那一位手举高穿花衣服的那一位阿嬷，她是从另外一个城市过来的，就是路程要6个小时，她自己坐车过来。然后那时候我们晚会要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要跑来第一排，然后她就很大声跟我们说，你看又是我来了，我坐6个小时的车。然后我们就觉得她真的是很奇妙，而且她不是一个真的完全健康的人，她的身体是有一点点的需要被医治的。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同工都跑去为她祷告。那她也在我们同工为她祷告之下，上帝的大能之下，她也得到医治。所以这是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在当中。那我们也真的看到很多小朋友们，他们虽然可能不完全100%认识什么是耶稣基督，但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耶稣的故事，他们知道什么是爱。因为当我们传递给他们的时候，就是要赞美人的文化，就是要先有爱，你就懂得赞美。所以孩子们他们也真的是在敬拜的时候，他们也是高举双手，非常渴慕神的话语、神的同在。那这是其中一个我们晚会的影片。没有声音，没关系。好，没关系。对，我们最后的晚会当中，我们有到8万人在现场。那我们不是只有1天的晚会，我们所有的晚会总共有，因为我们前面有2天、3天的晚会，2天的晚会，然后这2天的晚会呢，在2个不同的城市都有晚会，所以等于是总共有4场，然后再加上我们全部回到首都集合的时候，首都也有2场的晚会，那整个这样人数算起来是20万人。God is the answer. He's going to come through for Fiji.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Fijian people that has a deep belief that God is their source. Every single person that's walked away, every single person that knows who you are is coming home in Jesus' name. 而且他们的人数真的是超过我们想象，所以我们真的没有，我们的人手真的不够到我们当全能服事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下去为每一个人祷告，所以我们就尽我们最大的力气，就是我们能为谁祷告，我们就为谁祷告，甚至因为人数真的太多了，最后一天人太多了，然后我们就只能一次就是好，你脚痛。你心脏不舒服，那我们一起来，我们大家牵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力气来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就是要跟他们宣扬上帝的神迹奇事是可以发生在他们当中，只要他们相信，他们就得医治。对，所以这是在首都的一个晚会。他们渴慕神的程度真的超乎我们想象，因为他们的渴慕，所以他们得医治，并不是我们祷告多有力量，而是上帝看见他们的渴慕的心，所以他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恩宠。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真的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神配得我们的赞美。Amen。那我们最后我们带来这一首歌，叫做《奇迹》。每一个呼吸都属于你，每一次心跳都是奇迹，每一个处境都有意义，每一丝希望来自于你。就算经历风雨，你的爱是我不
声宣告，看见奇迹。我要赞美，医治恩典永流不停息。同学拍手好吗？我要赞美我的自由，大声宣告，看见奇迹。我要赞美，医治恩典永流不停息。我要赞美，大声赞美。我要赞美，大声赞美。祷告，你都垂听，每一次宣告，得着胜利。就算经历风雨，你的爱使我不畏惧。就算经历伤痛，你的爱更新我生命。我要赞美我的自由，大声宣告，看见奇迹。我要赞美，医治恩典永流不停息。我要赞美我的自由，大声宣告，看见奇迹。我要赞美，医治恩典永流不停息。我要赞美，大声赞美。我要赞美，大声赞美。I believe in miracles.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you're powerful.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n miracles.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you're powerful. I believe in you. 赞美我的自由，大声宣告，看见奇迹。我要赞美，医治恩典永流不停息。我要赞美，大声赞美。我要赞美，大声赞美。I believe in miracles.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you're powerful.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n miracles.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you're powerful. I believe in you. 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谢谢。感谢主恩典，让他们虽然超过时间哈，给他们40分，他们讲不完哈。